那今天现在港版的所谓港版的国安法，它实施了，那么很明显的降低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呢，我们必须密切观察，这时候港府所做的事情是代表他的意志，还是要更多的是北京的意志？总统也特别指示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援助的行动专案这个港澳条例它没有人民两个字我们处理两岸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其实就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有人民两个字，可是港澳条例没有人民两个字。港澳条例它比较特别，因为之前我们跟港英时期的香港政府其实有一定的往来，对不对？还有这个澳门也一样，所以在97年香港政权转移之后，我们是把香港在政治上看成是第三地，政治上看成第三地。那为什么把它看成第三地呢？因为按照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给予香港高度自治，它有一定的 autonomy， 因为它高度自治，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在政治上把它看成第三地，所以在港澳条例里面，它所处理的不是只有台港人民的往来的事情，还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特区政府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它高度自治，所以我们一定有一定的处理方式，有别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处理跟大陆的事情。那今天现在港版的所谓港版的国安法，它实施了，那么很明显的降低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呢，我们必须密切观察，密切加以观察来评估，这时候港府所做的事情是代表他的意志，还是要更多的是北京的意志？这时候我们必须密切加以注意观察。所以我想总统讲的话是针对这个而发言的。越来越多香港人民来所以呢，总统也特别指示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援助的行动专案援助的行动专案也是援助了关怀这样将来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民到台湾来这样的情况呢。